依家天都未光，因為我今日又要遠征，我要去20區 Télégraphe 嗰度學 Modern Lace。上年我係逢星期二喺12區我哋 Paris Atelier 呢一個 association 嗰度學 lace making 啦，學 Dentelle de Fuseau。嗰度係我知道巴黎唯一一個系統性咁樣教 Dentelle de Fuseau 嘅一個機構。佢其實唔係淨係教 Dentelle de Fuseau 嘅，佢係一個government funded 嘅一個 association， 去開設咗好多呢啲好 specific 可能喺第二度比較難揾到嘅藝術相關嘅課程。當然都有嗰啲油畫、水彩畫呢啲，但可能有一啲我真係甚至冇諗過有得學，譬如話修復復古家私、釘裝嗰啲復古嘅書、維修吉他嘅弦咁樣呢一啲。我覺得好難得有得拜師學藝嘅嘢，都喺嗰個 association， 因為佢係 government funded 就可以揾到。所以我依家喺嗰度學 Dentelle de Fuseau 有1年嘅時間啦，我自己係好滿足啦，然後都仲係好 passionate， 我覺得好難得嘅。但係有一個我覺得可以改變嘅地方就係因為嗰度嘅節奏真係比較慢。我依家學咗1年左右，係仲係全部都淨係做緊練習咯。當然我覺得呢一啲基本功對於掌握呢個手藝係好緊要嘅，但同時我都好心急想可唔可以用我僅有嘅 limited 嘅技術都可以喺學習嘅同時已經做到一啲完整嘅 product 出嚟咁樣。咁所以今年開始逢星期四我會有另外一個 lace 堂，但係就叫做 Modern Lace， 佢都係用 Dentelle de Fuseau 嘅手法，但係佢做出嚟嘅 product 會比較符合現代藝術嘅一啲審美。星期二喺嗰個 association， 我哋同一個時段喺樓下上堂嘅係學油畫修復嘅一個班。佢哋好得意，佢哋啲畫係要佢哋親自每修復完一幅就要去跳蚤市場自己揾自己買翻嚟，跟住再帶去嗰個 atelier 嗰度請老師睇下點樣修復。然後我就喺隔離睇住佢哋將呢一個已經充滿裂痕啊，啲顏色全部都剝落嘅一幅畫，由個畫布嘅底開始修復。我覺得呢件事係好有生命力，同埋都好令我聯想到一啲美學啊，或者甚至係我哋日常生活啲哲學。咁我就想同大家一齊 get ready with me 出門口返學嘅同時，分享下法國係點樣由18世紀嗰種好致命咁樣都要追求嘅美，去到今日 modern days， 法國人點解淡妝皮膚都可以咁好，佢哋點解會有所謂嘅皮膚潔癖。我都同學油畫修復嘅嗰班同學仔傾過偈，先知道其實好多一般人對於油畫修復有好多嘅誤解。佢哋絕大部分時間都唔係處理緊幅畫嘅表面補顏色，而係處理緊可能個 canvas 或者個 ground layer。因為隨住年代久遠，原來嗰個 canvas 會脆化，就會導致表面嘅油彩剝落。所以如果你淨係補表面嗰陣油彩，就好似喺度用好厚嘅粉去遮皺紋咁樣，個底層嘅結構唔穩，所以好快又會再裂過。但係原來呢一種夠底唔夠面嘅觀念喺藝術修復界嘅歷史係好耐㗎啦。18、19世紀啲修復師甚至會用一個好極端嘅技術叫做 transposition， 係將成幅畫嘅油彩同埋佢本身個 canvas 完全分離，然後將油彩嗰部分再黐去一個全新嘅木板或者畫布上邊。呢一個技術喺當時嘅法國同埋意大利都好流行，但係佢係好 risky 嘅，即係好似剝咗一陣皮再植皮咁樣。所以有啲畫用呢一個技術救到就係救到，救唔到就冇得翻生。去到今日啲修復師喺處理畫布底部嘅裂縫嘅時候，會用到一種膠水叫做沉魚膠，佢係喺沉魚嘅魚標入邊提煉出嚟嘅。佢嘅黏合力係好勁，但係同時又好溫和，所以佢好適合攞嚟對付好脆弱嘅底層嘅剝落。同埋原來現代修復係好強調一個叫做可視性同埋可逆性。所以如果你喺法國博物館去近距離咁樣睇一啲修復過嘅畫，你會見到修復師補色嘅位置其實係由好多無數個好細小嘅色點叫做 pointillissime 或者係 hachure， 即係垂直線條組成嘅。咁樣做係為咗令到我哋呢啲一般人喺一個正常距離觀察嘅時候會見唔到個破綻，但係當其他修復師、其他專業人士攞放大鏡去觀察嘅時候，一眼就可以睇出邊啲係真跡，邊啲係後人修復嘅痕跡。所以一個頂級嘅修復師，佢可能會用幾個月甚至幾年嘅時間去修復一幅畫，去加固啲底料，但係最後呈現出嚟嘅結果喺我哋呢一啲一般人眼中係好似從來都冇被修復過，好似真跡就係咁樣。亦都係需要呢一種好精細嘅技術先至可以令一幅畫喺無論潮濕定係乾燥嘅環境下都可以撐過幾百年嘅歷史。我當時聽完都有叮一聲嘅感覺，因為我以前都係一個好追求乜嘢都要即刻見效，譬如話護膚品我巴不得佢聽日就見效，但係咁樣最後嘅結果就只係我買咗一堆嘢翻到嚟，但係皮膚依然係成日乾，成日好脆弱，成日爆痘。反而近年好多人討論嘅 PDRN 咁，佢就唔係話
強效美白、即時拉皮咁樣嘅效果，而係好似油畫修復咁樣，佢真係修復我哋嘅皮膚。因為 PDRN 佢係喺三文魚 DNA 入邊提取嘅片段，係同人類嘅 DNA 極之相似，所以佢進入咗我哋嘅皮膚之後，可以去填補一啲因為紫外線啊、醫美、老齡化導致嘅 DNA 斷裂，去增加我哋真皮層嘅厚度。如果皮膚底層唔穩定，好容易就一乾就會顯紋，一化妝就會浮粉。如果係呢一種皮膚更加勁、更加保濕嘅粉底都未必係幫到手。唔知大家有冇觀察到一個現象？好多含 PDRN 嘅保養品，佢嘅成分標示望落係好勁，但係實際用落個感受就係有限公司。其實係因為市面上好多嘅 PDRN 產品，佢都將個焦點擺咗喺個濃度要夠高、純度要夠高，成分係好強啦。但係皮膚吸唔吸收到呢？會唔會係停留咗喺皮膚表面，冇發揮到佢真正嘅作用？所以我會選擇 Anua 係因為佢注重皮膚嘅吸收程度。佢哋做咗一個膠囊釋放嘅滲透技術設計，叫做 Boosum， 透過微膠囊包覆技術，令到個成分喺接觸咗肌膚之後，會隨住肌膚嘅溫度逐層咁樣釋放，就唔會喺使用前已經氧化失效。咁樣唔單止提升咗啲成分嘅穩定性，更加令到啲活性因子可以精準咁樣進入我哋肌膚入邊需要佢嘅位置，去最大化 PDRN 嘅效果。好老實講，啱啱用佢嘅時候，塊面係會有一陣油膜感，但係要俾少時間佢滲透。滲透咗之後，陣油感就會消失，個保水嘅功力就變得特別強。就算之後唔再搽面霜，都唔會好快乾。佢嘅保濕力係特別出色，尤其是如果要不斷進出室內室外嘅話，皮膚係好容易變乾。我判斷佢有冇用嘅方法都好簡單，4個鐘睇下鼻翼啊、嘴角呢一啲位置會唔會變得冇咁容易浮粉起霜。佢有臨床證實可以增加肌膚嘅深層保濕度24.64%，上完妝都保持皮膚嘅水潤狀態，就冇咁容易甩妝。如果日常皮膚係好乾，或者經常喺冷氣房入邊，甚至係去旅行搭飛機嘅時候，我都會必備呢一個 PDRN 濃縮精華，妝前妝後或者日常保養都可以用。佢保水力係特別強，入邊仲有11種嘅透明質酸同埋低分子嘅膠原蛋白，細細支放喺袋，隨時都可以帶出街。我平時如果出街飲酒，喺翻屋企嘅路程上面就已經會卸晒妝，呢個時候帶定一支劑旁身就可以即時 keep 住皮膚嘅水分，避免皮膚變得好乾或者紅晒。有一個小技巧可以分享，點樣令到個妝更加貼。喺韓國上1對1化妝堂嘅時候，個老師就有講過話，一定要用爽膚棉濕敷同埋2次清潔。對於我呢啲皮膚咁乾嘅人嚟講，一定要做呢一步，上個底妝先唔會浮粉。呢個都係我近年觀察到嘅一個有趣嘅現象，就係法國嘅護膚品都出名功效強，但係都唔少法國人會去用韓國嘅護膚產品。覺得個原因好現實嘅，因為韓國嘅護膚品佢好擅長做靚個使用感，清爽啦、吸收快啦，疊搽幾層都唔會覺得厚重。呢個精華都係，佢嘅質地係好水狀，好容易推開。最緊要係佢唔會同防曬啊、粉底、素顏霜打交，就代表話我唔使為咗我支粉底再去買一支新嘅精華。做到呢一點已經好實際，係其中一個吸引我長期用落去嘅原因。所以如果你最近都揾緊一支保濕度要夠高嘅精華，就推薦你試下用佢哋。依家喺 Anua 嘅官網落單嘅時候，輸入全世界嘅公心，買 PDRN 產品就可以享有9折優惠，詳情可以留意下邊嘅 info box。Tu me dis si ça te va ou si tu en veux quand même une qui sont d'une couleur, de la même. Point double et point double, ouais. 法國嘅打折季已經開始咗，所以我今日落咗堂之後，順便去咗Galeries Lafayette買咗一個我想買好耐嘅 bathrobe。我今朝着緊個 bathrobe 係 IKEA 買嘅，可能13歐元咁樣，都着咗幾年。呢一個係 La Redoute 嘅原價好似係60幾70歐，但係佢做緊6折，所以我應該可以再等一排再去買。呢一啲嘢係唔會收到，同埋嗰個打折季過咗越多，個折嘅力度會越大。Galeries Lafayette佢賣呢一啲家居用品同埋賣可能護膚品、化妝品、時裝係2個唔同嘅 building 嚟嘅。後者個 building 我今日見過，行都唔想行入去，太多人啦！一到打折季，大家嗰一年嘅 wish list 可能都等喺呢一個時期去買。呢啲時候就更加睇得出法國人對於靚嘅追求都真係好執着嘅。今朝講話18世紀致命嘅美，佢真係 literally 致命。17、18世紀嘅時候，法國貴族對於一種極致嘅蒼白係有一個
病態嘅追求，佢已經超過咗審美，佢係一種階級嘅象徵，因為你越白就代表你唔需要喺戶外工作。當時嘅人甚至會用藍色嘅筆喺額頭啊、頸呢啲位置畫一啲好細微嘅血管出嚟，營造一種哇，我嘅皮膚真係好薄、好脆弱，一啲陽光都冇曬過。譬如話安格爾嘅作品《大宮女》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你會見到入邊嗰個女性佢嘅皮膚係畫到好似瓷器咁樣，一啲瑕疵都冇嘅。相反，米勒嘅作品《十歲者》入邊就可以見到勞動女性佢哋會有嘅一種比較粗糙有生命力啲嘅皮膚。法國一位學者 Lanouet 佢統計咗1541去到1782年間15本嘅化妝手冊，係見到喺入邊呢一啲同美白啊、提亮膚色相關嘅配方係佔咗極大嘅一個比例。其中唔少嘅呢啲配方仲包含一個成分叫做 Cérus， 即係原白。Cérus 嘅用量喺唔同嘅配方入邊個差距都好大，但係最多係去到6個 ounce。喺皮膚上面搽鉛呢啲係依家諗翻都覺得無可理喻嘅事情，長期落嚟會導致皮膚發黑，產生一啲深層嘅皺紋，牙齒會爛晒啦，嚴重啲嘅甚至會鉛中毒。但係當時嘅人咧，為咗去除呢一啲因為用咗鉛而導致嘅黑斑，佢哋會再去用一啲再 extreme 啲嘅 ingredients， 譬如話砒霜或者攞水銀洗面，因為砒霜有短暫嘅殺菌同埋美白嘅假象，所以就形成咗一個好極端嘅惡性循環，就係先用鉛，跟住產生黑斑，跟住再用砒霜或者水銀劑，你不停幫自己毀容，跟住再不停去中毒。我平時收到其中一個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哇，聽講法國人唔沖涼㗎喎，係咪真㗎？喺現代社會呢個當然係一個謠言，但係只不過呢個謠言嘅產生都唔係無中生有嘅，因為以前嘅法國人認為水係傳播黑死病同埋瘟疫嘅一個媒介，沖涼嘅時候會令到你身體嘅毛孔打開，等啲毒氣可以入到你嘅身體入邊。因為佢哋當時的確對水有一種恐懼，會避免沖涼同埋用香水去遮蓋佢哋嘅體味。咁既然怕水同埋唔敢洗面，佢哋就會用好厚嘅粉去遮蓋佢哋塊面上面嘅油脂同埋污垢。但係呢種做法就令到個皮膚長期處於一個發炎封閉嘅狀態。冬天嘅巴黎個天氣對於我呢一種容易泛紅啦、內乾外油嘅肌膚簡直係災難，因為喺街嗰度會被風吹到塊面乾到不得了，然後一入到室內又會因為熱開始泛紅、開始痕。Anua 嘅呢一支魚腥草鎮靜精華就係我常備喺屋企嘅。魚腥草可以加強肌膚嘅防護力，修護受損嘅屏障。佢係唔會即時幫你變靚，但係可以喺你塊面熱辣辣嘅時候幫你撳住個皮膚，令到佢唔好繼續發炎。有時一卸完妝塊面好似飲完酒咁紅，唔痛嘅，但係好熱。呢個時候想皮膚快啲冷靜啲，就要用佢去避免越拗越痕、越拗越紅一個死循環。加埋我愛乾來油，用埋呢一個有鎮靜補水嘅舒服嘅感覺，化完妝出油嘅感覺都少咗，係一個我皮膚出問題嘅時候常用嘅精華。我諗以前嗰段黑歷史係令到法國人集體咁樣對化學毒素產生咗一種恐懼。加埋60、70年代法國都發生過幾次大型嘅化妝品安全事故。曾經法國有一個好流行嘅嬰兒爽身粉，因為佢個工廠喺佢嘅生產過程中出咗啲錯誤咁樣將6% 嘅66酚加入咗去個滑石粉入邊。66酚係一個強效嘅殺菌劑，但係同時都有極高嘅神經毒性，所以呢一批有毒嘅爽身粉當時係造成36個嬰兒嘅死亡，同埋200幾個嬰兒患上咗一啲長久不可逆嘅神經系統嘅損壞，譬如話腦水腫啊、抽筋等等。66酚當時係一啲成人嘅產品，譬如話除臭劑啊、洗衣粉入邊都可以揾到。呢件事係令到法國人好 aware， 就話原來喺藥妝店入邊見到一啲望落好純正嘅粉末，佢背後如果監管不力嘅話，都係可以致命。呢件事就慢慢演變成依家法國人護膚嘅時候，安全、天然、低敏係高於一切嘅一個心理基礎。去到今日，法國人可能係全世界最推崇 phytothérapie 嘅一個民族。就好似如果佢哋傷風，佢哋可能唔係去食傷風藥，而係去飲翻個 ginger shot，因為佢哋會覺得植物嘅成分雖然係慢，但係佢哋係有一個生長嘅邏輯同埋安全性。呢個亦都係點解當我介紹 Anua 魚腥草產品嘅時候，我會特登強調佢嘅天然來源。佢係利用植物本身嘅治癒力去幫你嘅皮膚鎮靜，而唔係用啲強烈嘅化學物去抑壓皮膚嘅問題。魚腥草入邊有一個成分叫做酷皮素，佢可以有效咁樣中和現代嘅生活環境入邊我哋一定會被 expose to 嘅，譬如話重金屬啊、硬水嘅殘留呢一啲叫做毒素啦。因為現代人嘅毒素唔再係18世紀嗰陣啲人用鉛粉而引起塊面真係中毒，而係一啲泛紅啊、燥熱呢一啲微發炎。所以魚腥草嘅角色就係佢可以慢慢去舒緩呢一啲發炎嘅反應。加埋個 product 本身有通過低刺激同埋成分測試，所以用落就更加安心。喺屋企嘅話，我一個
個禮拜會敷3至4次呢一個 PDRN 透明質酸水光面膜，一次敷15分鐘，塊面就已經飲飽晒水。鎮靜嘅同時可以深層修護乾燥嘅皮膚。我以前一直以為自己係油性皮膚，所以冇做好補濕。過一到冬天，我嘅皮膚就會扯住咁樣痛。用咗呢一個面膜1至2次左右，就已經冇再發生過呢個問題。第二朝皮膚都係勁水潤光澤，簡單畫條眉、搽個唇膏就可以出門口。所以講咗咁多，法國人嗰種由淨係處理表面瑕疵，去到研究點樣喺深層去修護個底子，呢一種習慣已經係喺骨子入邊，即係喺其他範疇都可以見到。巴黎最貴嘅就係市中心嗰啲 appartement haussmann，即係已經好舊嘅屋，行入去地下會吱吱聲嗰隻。佢哋買翻嚟一定會保留出邊嗰陣舊石牆或者屋頂上面嘅木樑，因為覺得嗰啲先至係靈魂。佢哋寧願花大價錢去入邊重新整過晒啲水電，所有地板起晒，重新鋪過啲暖氣嘅線。呢一種外舊內強嘅做法，其實同保養皮膚同埋油畫修復係同一個邏輯嚟嘅。就係話只要你個底子夠強壯，其實出邊一啲瑕疵啊嗰啲都係歲月嘅痕跡，都係值錢嘢嚟嘅。就連食嘢都係，法國人好注重一個 term 叫做 terroir， 即係翻譯叫做風土啦，但係其實講緊就係嗰個地方嘅土地咁樣，佢哋會花好多時間去維護好嗰個地區嘅環境或者嗰個土地嘅質量，種出嚟嘅提子或者菜先至係有嗰個地方嘅價值，而唔係夾硬用啲可能催生劑或者化肥去拔苗助長。所以呢個就係我諗法國人追求嘅嘢，就係與其花力量去改善啲表面嘅嘢，譬如話攞鉛白粉去粉飾太平咁樣，佢哋寧願去花多啲時間將底層嗰樣嘢修復好。咁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呢一類嘅題材，都可以喺 comment 嗰度話俾我聽。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